10年没有看你，全人一点都不生分。果然没有白养你。过得好吗？有没有被欺负？也没法到处带你走。碧瑶，碧瑶她还没有醒。我带你回胡岐山吧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 是你吗，老七？你猜我为什么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大珠峰吗？是因为小辉还留在大珠峰，你没有将他带走。我想这一次你回来，是要将小辉带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我大珠峰再无故人之疑了吧？无论如何，大珠峰是我曾经的家。 这里的过往，永远都存在我的记忆之中。子女迟早有一天会离巢，这是注定的。我现在仍然很感激师父当年，在我这一生最孤苦的时候，收留了我。老七啊！ 不必客气，这么多年，始终是青云欠你的。我们彼此之间，早已经没有亏欠。青云收留了我，却又杀了我，所以我只能走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下次再见面时，少侠，不管你叫什么，我想我们之间必定是兵戎相见。记着，不必留情，
就算师傅要杀我，我也不会杀师傅。师傅和师娘，多保重。告辞。师兄，啊，你说你每个月都拉着我来小凡的房间里打扫一次，你累不累啊？哎呀，不累，这是小凡的家，小凡要真回来了，看见这满地尘土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师兄，你这么做没有意义。10年了。 如果小凡的心里真惦记咱们，他也应该偷偷回来看看我们。可是这月月等，年年盼，还是没有他的消息。他还是没回来啊！老六，义不如心，人不如故。小凡向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忘不了喜欢他的人，自然也忘不了咱们。前2天我还蒙着他回来了，还跟之前一样。 做了满大桌的好吃的，把师傅吃的那个开心啊！我的梦一向很灵的，小凡要回来，看到这啥都没变，肯定很开心。来，起来。师兄啊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都会变的。就说我们大竹峰吧，大师兄跟小师妹已经成亲了。 老2、老3下山历练，4师兄又跟通天峰走得近，被派去下山打听魔教的消息。所以说啊，大家都在变，小凡又怎么能不变呢？小凡再变，那也是咱们师弟。我相信小凡，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。干活。行，我擦。 我擦！现在他们又要下山了，万一再碰到小凡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能有什么办法？ 其实娘也舍不得他，可是，在咱们青云门当中，有他的位置吗？就算把他抓回来，又能把他容在哪儿呢？别说青云门，就是咱们大竹峰，也想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。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小凡了，我还真有点想他。
当年师叔也是这般铁面无私。如今想起来，当年他的预料竟然都说对了。张小凡如今下落不明，也是本门气徒。若是投身魔教又被你俩给碰上，到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来日与他再相见之时，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到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手软，明白吗？再见面时，你我就是敌人。这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吧？每年你都来祖师祠堂祭扫，有的时候还带着戒律堂的师弟们一同前来。其实这大可不必。我已在祠堂守了这么多年，外面的多少热闹，也都与我无关。过来祠堂，不是为了万世伯，原本是为了我自己。青云各脉，唯有通天峰和龙首峰的事情最多，繁杂事务，主持的戒律多了，或多或少，脾气也变了。只有在这祠堂当中，我才能不忘初心，守静如一。如果只能在祠堂里头进行修炼的话，那只能说你修为不够。人间尚有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之说。你在戒律堂里，怎么就不能够进行修炼了？师伯教训的事，是我太执着了。只是有时，有些事若不常来，只怕会渐渐淡忘。这些年，你打探到张小凡的下落了吗？已经10年没有他的音讯了。今日接到萧师兄的任务，我和陆师姐过几日便要去死亡沼泽，说不定这一次就要和魔教正面交锋了。死亡沼泽。去到那里，你是想找到张小凡吗？你千里迢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一趟青云，居然是带一只猴子。有时候我真是猜不透你的心思。这个世上，猴子比人要忠诚得多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从今往后，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，桂丽，不能再冒险了。有什么事情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说。前些时候，我们在万都门中的线人传递来一个消息，西南死亡沼泽里有一个藏有奇珍异宝的巨大宝库，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显示。和碧瑶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我猜其中的一卷天书就在这里面。传说死亡沼泽始终被迷雾所笼罩。
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五爷爷外出访友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这城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你都交给我不管吗？那个小环，师门有命，让我回青云一趟。你回去用御剑就行了，你干嘛要用那个鲁班渊？你是去找小凡哥哥？哎，你这天眼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什么都瞒不了你。你有小凡哥哥的消息了？没有，不过我爹来信说，位于西南的死亡沼泽可能有天书现身，魔教4大派蠢蠢欲动，青云、天音、焚香谷也派弟子前往。我估计小凡应该也会去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不行，你就带我去嘛。我这天眼测算法很强的，连爷爷都说我可以独当一面，纵横江湖了。我去了，说不定还能帮你们找到天书呢。小环，你不明白，据说这死亡沼泽有入难出，凶险万分，而且各派前往争夺天书，预示着时隔10载，又有一场正魔交锋要开始了。到时候混战起来，我怕保护不了你周全。我不会拖累你的，叔叔。真的，这些年，江湖传闻和你们打探来的消息，都说小凡哥哥变成了魔教的血公子，心狠手辣，所过之处不留活口。我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。我也不相信这些传言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入了魔教。所以，我想亲眼见到他，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自从他离开于都，已经10年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，在那里寻找救活碧瑶姐姐的办法。只要能见到他，哪怕是一面，知道他平安，知道他还活着，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带你去。不过咱们俩先说好啊，周爷爷不在，一切都要听我的。遵命，少城主。哎，不过那个大沼泽那么远，你这木鸟能行吗？这次我们可是2个人哦。怎么不行啊？当年我就是跟小凡一起。放心吧，这是我改良过的鲁班渊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谢你。那咱们走吧。你们青云的人到了吗？还没收到消息，应该还在路上吧。咱们先找一住的地方。哎，这里离死亡沼泽那么近，要刮风的话，这瘴气一吹，普通人都会中毒的呀。没事，我事先准备了避毒的丹药，咱们先吃2颗。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
原来是你们呀！野狗。等！这弄的什么宝贝啊？还宝贝呢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鬼王宗派你来的？狗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小安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以前不是特喜欢蹲在雨都吗？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了？哎呀，人在屋檐下，这狗爷现在是身居要职啊，肩负重任，整天都得忙着建功立业，没空。哦，一个人跑到这蛮荒的地方来，也没带个帮手和下属。你这个身居要职，到底是什么职位啊？你管我？哎，小安，你怎么跟他跑到这儿来了？这边很危险的。死亡沼泽吗？我知道的。不单是沼泽，还有大王村。什么意思？我就不瞒你们了，这个村早就没有村民了，现在里面呢，正邪都有。至于为什么来，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。哎呀，就在这几天呀，那里面就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争斗。师姐，此地再往西走，就是死亡沼泽了。哎，听说前不久啊，沼泽中是金光大作，直冲云霄啊。据说啊，这可是百年不遇，将有宝物现世啊。南来的北往的，既然大家在大王村歇脚，不如请这位姑娘算算命，测一测吉凶，如何？哎。大家不知道吧？哎，这位姑娘，预知50年前程，能断300年运势啊！那真是铁口神相，比判阴阳啊！预知未来日子如何，起来看上一相吧。切！哎呀，你这么说太像托了，谁会来算呀？那我怎么说呀？先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祖师真传，看一次要10两银子。也好。你先帮我看一下这3个字里的吉凶，看看运势如何吧。秦无言。这位客官，言字本是双火至阳之势，但中间以无字镇压，峰回路转，则为阴柔，又有秦字玉溪，
逐往西方阴寒之地大利。西方死则正是阴寒之地，你此次前往，运势必定不会差。多谢姑娘。这是10两银子，请你收好。这个是毒公子秦无言。鬼王倒是说过，秦无言也来了，但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秦无言呐？听说这儿有人断字测吉凶，姑娘，请帮我看看这2个字。鬼力，看看我运势如何。这位公子，人皆有魂魄，死后魂魄不散者，多为阴灵鬼体，为世人所惧。公子取这等凄厉的名字，分明未信鬼神，何必问我？你长大了。小凡哥哥，他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小环，保重啊，保重啊！副总长，副总长，什么时候来的？鬼王派我到大王村等你，整整10天了。哎，那只猴子呢？死亡沼泽里面瘴气弥漫，小慧虽然是灵兽，但是吸入过多，许久未见，正道也好，魔道也罢，既然你来了，想必死泽之内那份异宝，必定是逃不出鬼王宗的手心了。
你说什么？我这才走了一会儿。嘘。他也来了。还有，你确定那是秦无言吗？不确定。这都10年了，小凡哥哥他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，连名字都改了，叫鬼力。不行。等等，你上哪去啊？找人啊。你上哪去找啊？你不是会算吗？你算一下，算他去哪儿了？我问你，我算完了，你准备跟他说什么？这等进了死亡沼泽，肯定会碰到的。就算现在扔个砖头都。都能吃了。表哥，你来了。你这堂堂于都城主，居然跑来死亡沼泽和一群魔教抢宝物，太贪心了吧？哼，10年不见，表哥对于都城还惦记得很了。哦，这次出来，千万看好你的玄火剑，别一不小心啊，又把镇派之宝弄丢了。左叔叔。叔叔。依我看，这10年之间，你功夫没怎么长进，嘴巴倒是厉害了不少。我劝你赶紧滚回于都，别把小命搭在这死泽里面。想知道功夫长进了没有？你可以自己过来试一试嘛。别理他。没事儿，我得替外公教训教训他，别让他又像当年一样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一不小心又把小命给弄丢了。当了城主就真的拽起来了，想教训我？好啊，当我怕你？走。哎，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